台湾的医护人员对2日开始注 AZ 疫苗，不过风险上介悬的前线医护人员愿意注 AZ 疫苗比例，达到1.56%。有专家认为讲，这是负面新闻报道了后所产生的信心问题。 2日开始，医护人员会使优先注 AZ 新冠疫苗。不过到23中昼为止，风险上悬的1级医护人员只有1.56%有注 AZ 新冠疫苗。专家认为，愿意注 AZ 疫苗的人较少，是因为真正有报告质疑 AZ 疫苗的效力，也阁有资料出现血角等等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信心问题。但是根据上新的报告，是有无同的结果。 AZ 疫苗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其实是应该是还蛮好的，而且事实上，最近这一次他提供的是在美洲做的这个成绩，看起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很好的。看韩国，它虽然也有报告，可是它的那个也不过是那么2例，跟它原来的预期值比起来，其实还是偏低。所以在目前来看的话，血栓事件其实并不造成我们真正担心的。 除了信心以外，台湾防疫表现稳定，嘛可能颠倒造成民众对疫苗保持观望的态度。不过专家提醒，就算台湾表现稳定，注疫苗的脚步嘛就较紧的。若无解除国境限制，就可能慢人一脚步。今天如果不打会怎么样？不打的话，我们的疫情就算我们守得再好，我们的后半场会变成很糟糕。 因为等到其他的国家都施打，人家都有抗体了，你台湾有抗体的比例的人这么低的话，我们怎么开国？病毒必须要透过一再的复制传染，它就会增加它突变的机会。所以，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复制传染的几率风险降低了之后，病毒会再继续变成这个突变病毒，甚至变成一个流行株的机会也就跟着降低了。专家讲，血角这种不良事件是不是疫苗造成，需要透过真济定数判断。 目前，奥明认为 AZ 疫苗甲血角并无相关，所以专家认为注疫苗的好处也是比歹处加真济。记者郭碧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